后来对着鲍坤琪一行人到香港宣传着农产品，逢逮捕的这个50岁女子，是花莲某一间农场的客家长，讲25年前捌伫咧香港犯一件洗钱案，才一个入境就互逮捕。但是发生这款代志，立委第一时间应该通报陆委会，但是煞一直到半个月后，这个代志才来现光。这个当中嘛有真侪可疑的所在。立法院国民党团的总调鲍坤琪，顶个月对香港大概了后，头一个公开行程，就是到花莲甲党主席朱立伦做回新春团拜，针对香港甲中央政府等等的议题，伊正面回应。也毋过听讲有团员和香港政府掠走，伊煞一句话拢无讲。这个姓陈的查某人，顶个月27号提出担保，无得到法定的核准。朋友也强调，姓陈的女子毋是公务人员，而且对话记录也透露，伊个3月初7会阁开一摆的高保庭。鲍坤琪也伫面册顶外发文章，强调花莲县政府小弟邀请组团参加，花莲在地观光业者拢会当家己开钱报名。这个红亚客团员25当前伫香港发生什么代志，无人知影。你的第一个反应居然是说你不认识他，你居然要撇得一干二净。家属要营救的时候，找的是民众党的立法委员，这根本就是在傅昆萁的脸上又多打了一巴掌。很多国外的朋友，如果过去像很多移工，他过去在台湾有犯过事情，我国家司法单位依旧会对他进行逮捕。我想这个不要无限上纲。通常在中国、香港甲澳门地区，有这个突发的状况，立委透露标准的作业程序应该通报陆委会交互因处理。也毋过7月18，和鲍坤琪做伙去观光团入境香港的时，姓陈的查某人就互香港警方带走。20岁暗时，鲍坤琪这群人对香港等的台湾，隔半个月，这件代志才来曝光。其中鲍坤琪到底敢有通报陆委会，也引发着讨论。这个事情啊，在地方上已经有些发酵，而且有几位立委也关切。那我们陆委会都有跟委员回报。陆委会透露，香港的办事处接到消息了后，有提供协助。这个查某人是以香港洗钱罪名被抓去，不是政治因素。后续嘛继续提供必要的协助，希望会当保障这个查某人的权利，避免迫害民间交流。Hello， 我是郑雅芳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